喺中華大地上面，廚房自成一片小天地。平凡嘅煮飯仔裏面，暗藏住人間滋味。尋常嘅煙火氣之中，流淌住歲月嘅故事。火塘升起嘅舀，舀炊煙如船泊岸嘅一啖暖湯。無論廚房新定舊，終歸係一方水土嘅具體表達，亦都記錄住時節嘅更替。每個中國人都有自己嘅超級廚房。中國西南邊陲雲霧繚繞，喺景邁山之間。出外打工嘅張澤義返到大山深處嘅村寨，按照拉官族嘅風俗，男人成家立室就可以另起一個火塘。我哋起屋首先要定好火爐位。拉更族嘅火塘通常起喺間屋嘅東邊，闢出1米見方、深大約1掌嘅地槽，底層鋪滿芭蕉葉。屋企人多仔多福，用紅泥夯實，灑水固定幼沙，晾反3日。小家庭嘅新廚房先至可以用得，而入火宴嘅大菜，仲要喺舊屋嘅火塘度整。茶園裏面嘅走地雞，成節用火烤，火焰燒走雞毛，亦都燒出柴木嘅香氣。燒烤係人類最古老嘅烹飪方式之一。喺親語裏面個空字，亦都係指將食物烤香簡單嘅火塘。拉嘅人會將火候深淺利用到極致，火下面嘅魚膶度，香料被供出焦香。喺沖同撈嘅過程之間，味道升級。雞肉撈勻啲調料，落鑊炒勻。幾必瓢滾水，加啲火候就搞掂，就可以熬出一鍋香噴噴嘅雞湯，散發出濃郁嘅煙燻味。攞過嚟，攞嗰個過嚟。你喺呢個角切一翻落嚟，擺落火塘度。係自己用古法煉成嘅井鹽擺落火度燒熱。浸透草木嘅香味，呢個細鍋鹽加落湯度，好味。一道拉隻雞，烤、炊、燻、燉，從主料到調料，經過火塘嘅磨練，充滿歲月嘅積累，足以擔當一席入火宴嘅壓軸。幾縷炊煙升起，澤兒守護住呢個火塘，守護住屋企嘅溫暖。呢個訴說着家族味道嘅角落，從此成為咗佢嘅依歸。煙火聯繫住生活嘅根本，淨係需要一個鑊灶，就足夠容納全屋嘅美好。妹妹你坐船頭，哥哥喺岸上行，熱到頂唔順。只容得落一個人嘅廚房裏面，朱文進炒，張維同唱歌一樣有勁。煮飯嘅時候人要企穩，一下子趴落個鑊度，好正常㗎。
鑊柄用個鋼圈焊喺度，刀柄插喺裏面。有咁多加固裝置，一啲都唔出奇。畢竟個廚房身處風頭火勢，1平方米嘅空間，對於寸金尺土嘅遠洋漁船嚟講，真係好珍貴。起身啦，起身啦！中國人成日話放長線釣大魚，用嚟形容現成釣就最貼切。不過浮標連住條萬幾米長嘅繩，每隔5米就綁一個鈎。唔同魚鈎同聽苗大小對應特定魚種，而呢個季節，大鈎配大嚿嘅清尖魚肉，就係為咗精準捕捉一種好兇猛嘅獵食型魚類。海鰻匿喺海底泥沙入面，體格好大致，對水溫異常敏感。浮標過緊嚟啦，好！海上天氣話變就變，連續高溫唔單止影響海鰻活動，搞到船員個個都攰到趴喺度。產量唔好，釣唔到魚。魚一少咗，個個都唔出聲啦。大佬連飯都唔食。30年嘅出海經驗令朱文俊好清楚，長期遠離陸地會陷入遠洋綜合症嘅倦怠同焦慮。蟹太多啦，啲料一放落去就俾啲蟹食晒，好心急呀！呢2日鰻魚唔係幾好喎，捉2隻蟹，等大家改善下伙食，心情都會好啲。將意外變成驚喜，大家就叫呢個乜都得嘅大廚做老總。老總就係負責煮飯，保管嘢，邊個都可以叫你。做老細最緊要就係睇到邊個手足都開心，都高興。今日中午就食你啦！海上食材有限，但只要有阿大廚喺度，就算冇乜收穫，細廚房嘅驚菜都可以日日新款。雖然係河南人，但朱文俊整江浙菜一樣掂。魚肉煎粉、上漿，點啲米醋同胡椒粉。特登種喺海上廚房嘅新鮮葱，令呢煲魚蛋湯更加有家常味道。個胃填滿咗，個心都暖返。開飯啦，兄弟，食飽好做嘢。一場大雨帶嚟降溫，遇到高溫時唔多一嘅海鮮有得食嘢，同捕獵嘅慾望。之後幾日嘅漁獲就睇金鋪。大廚都落手落腳幫拖，150框8400個魚鈎，布下連綿幾10海里嘅巨型捕撈陣。第一條鱔魚上鈎，佢出盡渾身解數，拼命掙扎，魚絲拉到就快斷，睇怕就快甩鈎。
長帆破浪，一竿出手，銀鏈咁嘅海鮮騰空起舞。歲月流轉，江浙漁家摸索出應對時令嘅智慧，醃製成慢食烹鍋，等海風帶住鹹味慢慢滲入，直至變成凝脂咁嘅口感。炒起上碟，鹹鮮入味。就算剩翻嘅慢雜，加埋一撮雪菜，都可以煮出台州人家獨有嘅一抹鮮味。慢啲！喂，手甩咗啊！全部甩晒啦！小心啲，生勾勾嘅，小心啊！隻手插入去裏面，啱啱好。你如果唔吊住佢呢隻手指就冇噶啦。船上啲海鮮未經過雪藏，成身都係生猛肉，趁住佢仲有咬人嘅牛力，越快處理，魚肉嘅結實度就越完美。唔係我吹水，岸上同海上嘅根本唔係同一種味。海上廚房雖然細，但從海裏面到個鑊嘅距離，好少地方比得上。油花激淺，魚皮爆發出金色嘅力量，刀痕似陣發，每道坑紋都有醬汁嘅暗湧。呢個萬頃碧波嘅霸主，最終將風浪化成一隻江海風骨。個頭要擰向佢嗰邊，我忍唔住笑。你哋兩個，你叫佢講先啦。我屋企係貴州嘅，我老家係四川。我第一次上船，喺岸上我哋食唔到咁新鮮嘅。老闆娘會問：喂，使唔使將錢打俾你老婆啊？咁全部打翻屋企啦。班兄弟仲要喺海上留多幾個月，雖然離屋企好遠，但係一直廚房之地，令大海都有種屋企嘅溫暖。開飯啦，兄弟，開飯啦！食飽就唔會掛住屋企啦。漂泊喺外種會掛住屋企，具體啲諗，可能就係你個胃掛住屋企廚房阿媽嘅手勢。喺白雪茫茫嘅北方冬天，鐵鍋、柴火、阿媽嘅手藝，一煲冬至嘅餃子就係團圓。而家多咗好多啦，向中間一擠咁就得噶啦。尋常人家嘅廚房裏面，一對手互相傳遞溫暖，細細聲傾偈，用煙火做筆，寫出人生百味；用溫暖做墨，描繪歲月靜好。江南煙雨之中，古樸嘅造山靜靜咁企喺度，牆上幅五穀豐燈圖依然好靚，方寸之間裝滿咗日子嘅馨香。江南人心目中，水裏面嘅食材有八仙，仙氣大概就係眼前呢副樣詩情畫意嘅模樣。八仙之中，慈菇唔係最出名嘅，因為佢半遮半掩嘅苦澀味。
不過了解佢嘅蘇州主婦，就知道點樣去苦生津。我刨咗慈菇去炆豬肉喎，今晚整紅燒肉食啊！個火再慢啲，要㗎，隨手攞個銀仔，就係慈菇薄皮嘅黑星，唔使點用力就褪得乾乾淨淨。動物油脂眾所周知嘅去苦秘訣，所以慈菇貴嘅紅燒肉要比平時更肥，再肥啲先得。等慈菇成粒連病落鑊，同紅燒肉嘅暖糯一襯，外皮綿軟，內心仲脆。慈菇煙肉嚟啦！限時上市嘅慈菇喺老蘇州嘅廚房裏面樣樣變，煎、炸、釀，甚至淨係擠落最脆嫩嘅慈菇餅，炒成一碟。住喺水邊嘅江南人點都估唔到，千里之外嘅深山裏面，慈菇仲有另一副樣。釘耙大力咁翻動泥土，包林斌挖緊嘅野生植物根莖，生到好似江南慈菇嘅孺生兄弟咁，但個頭連佢1/7都冇。本地人叫佢做小慈菇。呢個餸酒好正，爽啊！我哋兩個飲嗎？係啊，係我哋兩個飲。包家屯背靠苗嶺山脈，600幾年前，朱元璋命令30萬大軍由江南嚟到呢度屯田駐紮。安順境內100幾平方公里，散落住幾百個類似嘅屯堡村寨。你睇，我瞓着咗。明代嘅鳳陽漢服，石頭起嘅江南民居，灶頭間冇灶頭畫，但功能一應俱全。先祖孭住個廚房，一路向南遷徙，行李裏面嘅種子，血脈裏面嘅食族都喺度落地生根。平刀重重一拍，黏稠嘅慈菇汁爆出嚟。清油燒到泛起綿密嘅細泡，可以迅速帶走小慈菇殘留嘅水分。喺起伏升騰之間，剩翻爽脆。我叫你睇住個仔，你就去耍拳。我再耍俾佢睇。慢慢食啦。包師傅係7個細路嘅外公，油炸小慈菇容易保存，可以食成個冬天。啲細路又大1歲啦。祖先嘅過去早就變成族譜入面嘅傳說，外公外婆個廚房先至係每個人心入面屋企嘅味道。喂，做緊乜嘢？喺度炒型。整咗辣椒、小慈菇。週末出外打工嘅仔女返嚟，梗計係要加 Jenny 啦。我哋習以為常嘅家鄉菜背後，都經歷過灶頭上面漫長歲月嘅沉澱。
為人稱讚嘅蘇式點心，樣樣都咁精巧。可能係搬遷到安順嘅先民過年過節最掛住嘅味道。但係一山一水都變咗樣，手藝傳嚟到呢度都要因地制宜。米粉唔再追求幼細如雪，兩隻手掌之間純白嘅糯米粉球大小不一。大山入面常見嘅紫蘇子代替江南嘅甜餡，熱鑊炒香，除爛之後果肉脫皮，隨意灑上紅糖，攪勻。當糯米球蒸到軟糯，就一層餡料，一層米球咁鋪開。今日屯堡傳統八大碗入面，仍然揾到明顯嘅江南元素。比起代代相傳嘅族譜，個味蕾嘅記憶仲加長情。我哋嘅祖先相信路喺邊度，屋企就喺邊度，廚房喺邊度，故鄉就喺邊度。呢度嘅先民開墾定居30幾年之後，腳下呢片土地貴州正式建立行省。廚房溫飽之外，係漂泊者嘅堅守；光影之中，係城市嘅溫柔。每當夜幕低垂，聽到敲擊暗號嘅溫州人，多數會條件反射流晒口水。廚房容納喺1米見方嘅空間裏面，但功能齊全，為一碗熱辣辣嘅 house 記新寧量身定做。一碗好嘅，送到超市入邊。揸住倒咗就冇得食啦。呢間就真廚房係老夏親手打造，爐灶跟住3輪車靈活移動，水槽用20個熱水壺代替，櫥櫃化身為5個抽屜，都很白裏透紅，朵朵豐滿。呢個係老夏喺出攤前施展嘅私房手藝。層層捲疊嘅面皮製法並唔少見，而精叻嘅溫州人用一張特製嘅亮板，令到製皮亮化，每張尺寸一致，薄到可以透光。餡料係新鮮黐手嘅純里脊，肉竹片輕輕一抹，拇指同食指靈巧勾咁一動，其中暗藏玄機。因為面皮中空，俾滾水渌供煮，內部水分蒸發膨脹，水面上便浮起一個個吹彈可破嘅泡泡。蒸汽降溫快，入口唔會滾燙，心急都食到熱辣辣嘅雲吞。下一碗輪到我未啊？有啦，有冇份未？有冇我哋份啦？你冇份，呢輪仲未輪到你。對啲熟客來講，老夏嘅手藝值得等。雲吞係呢碗熱食嘅主角，配角一樣咁精彩。夾一撮炊蝦，幾塊紫菜，鮮味即刻翻倍。經一手生肉餡，一路橫移落鑊，淋幾下黃酒，落水，快手打散，淥更到斷生就撈起落碗，吹響咗攻陷味蕾嘅最後一聲號角。得啦，細佬，嗰個超市門口
一碗雲吞，溫暖咗空虛嘅肚腩，撫平咗生活嘅粗糙。生意咁好，賣晒啲客人心滿意足。老夏仲喺路上，我喺前面呢度已經係最遲嘅。嗱，我今晚同你搞嚟搞去，我啲時間根本就趕唔切。細細架廚房車踩咗3-5年，每年出攤30-60日，自然有固定嘅人氣路線同按時等佢嘅粉絲群。食佢家10幾年咯，只要佢喺邊度出攤，我就要走去邊度。阿公，好耐冇見，我都好耐冇見你啦，你去咗邊度啊？有啲細路讀到大學畢業返嚟，我都唔認得佢，佢仲叫我阿公添。喺呢座由商品經濟催生嘅城市，城城燈火照住啲早出晚歸嘅勤勞，好似咁樣嘅流動餐車，隔幾條街就有。細細個廚房，好似個溫暖嘅磁場，靜靜雞收納住都市嘅歡喜同安詳。凌晨3點，老夏收檔。1000幾公里外嘅佛山順德霞姐個廚房開檔。小心小心小心，係小心啊小心啊，係啊，今日開早啊，個個睇開工啦。70歲嘅林燕霞做咗40幾年鄉廚，有支200幾人嘅梁子軍。今日就有超過1000圍台啦，獵德、海珠區超過10個地方都有。散裝嘅廚房裝滿7架貨車，廣州市中心散落住上百個城中村，不過大多已經完成改建。河網密布嘅珠江，好似城市嘅毛細血管，靜靜咁流。岸上高樓林立，水下臥虎藏龍。每年農曆4月初8，男人們都會用一場古老嘅起龍儀式，將沉睡嘅龍船叫醒。端午扒龍舟、食龍船飯喺嶺南地區已經盛行咗300幾年，就算喺高樓大廈森林入面，啲熱度都一啲都冇減到。一路做嘢就冇停過手。龍船飯少嘅幾十圍，多嘅過千圍都有。由祠堂開始，紅頂棚嘅戶外廚房一路伸展開去，叮歌殺、切配、蒸櫃、爐頭、燒臘10幾個區域，遍佈成個停車場，甚至伸到上行人路。一時之間，都唔知係城市塞滿咗廚房，定係廚房裏面生咗個城市出嚟。喂，清理呢條路，清理呢條路。廚房再大，霞姐管起上嚟都係濕濕碎。幾百圍台有啲好近，但係有啲台擺到好遠，所以佢行嚟行去啊，差唔多等跑咗半個馬拉松咁遠，所以一定要分好工先得啦。龍船飯冇固定菜譜，9道菜豐儉由人，最緊要意頭好。燒豬自古就係預式宴席嘅頭盤，取鴻運當頭嘅意思，係最啱嘅龍舟菜頭獎。
猛火300攝氏度，燒到個身好似小拍浸過咁金黃。等到皮脆肉嫩、油光閃閃，就係大家等到頸都長嘅佳肴。阿東仔，你今日發揮穩定啲啦。如果輸咗要跪祠堂。我唔會輸嘅，唔會輸。比賽當日，廚房裏面嘅燒豬師傅變身做扒手，代表成個宗族去比賽。團年飯係一個小家庭嘅團聚，龍船飯就係我哋成個祠堂、成個宗族嘅團聚。外地啲兄弟都會請假翻嚟。2024年龍舟比賽，各隊注意！加油加油！咁長就夠啦，咁咪練啦，係啦，唔使咁長，揸緊時間吓。一圍龍船宴，大菜隨你換，龍船丁一定唔少，得大概係廣東人最中意嘅意頭之一。添丁發財，人丁興旺，各樣分數食材切粒，其中芒種啱啱上市嘅豆角質地爽脆，係必選嘅時令蔬菜。呢味菜一定要霞姐親自出馬。直徑超過1米嘅大鑊，切過炒20份。傳統龍船丁一取其意頭，以為咗好送飯。醃蘿蔔乾嘅鹹鮮，燒肉粒嘅肥潤，都俾啲暴躁鑊氣征服晒。彩燈飛舞，百味齊發。激戰進入衝刺階段，廚娘嘅馬拉松都開跑啦！鑊氣十足，爽口脆嫩嘅送飯神器龍船丁同比賽贏咗嘅喜悅同步到達。個城市不斷變大，條河就變窄咗。每逢龍船起水，鄉處就會搭起，血脈入面湧動嘅宗族親情，就好似珠江嘅河涌，穿過千縷萬廈，一路奔流。中國人嘅廚房跨越時光，連接古今，甚至決定咗未來飯枱袋嘅樣貌。人跡罕至嘅草原上，握吉手裏面嘅古老白食，就係破解今時今日人哋味蕾嘅密碼。西烏豬目甚奇，白馬之鄉。蒙古馬通常喺夏天產奶，同阿屋企呢匹小馬明顯唔喺狀態。初為人母，佢顯得緊張又煩躁。
想母馬產奶充足，新媽媽要同佢啲仔女分開先得，至少2個鐘頭以上。老實啲，聽話。好地地出去。哈哈，你呢個細路仲想跳？由暴躁、警惕到平順安靜，有經驗嘅牧馬人只要一支寒瓜子，美好嘅食材要用真心交換，只係新媽媽嘅奶量實在係太少，仲要保證小馬區食飽先。一日嘅時間裏面，陶雅兩公婆要喺屋企20幾匹母馬之間不厭其煩。白馬嘅奶好飲，定係黑馬嘅奶好飲啲？白馬。啱啦，答啱啦。剩低嘅馬奶就快成為陶雅一家人嘅摯愛。倒得越多次就越好飲。你睇下我哋呢邊寫嘅呢個正字，即係每畫一畫，一畫係100下，咁樣一日倒幾千次。喺個奶桶度上下翻滾，乳酸菌代謝產生二氧化碳，浮起綿密嘅氣泡。正字寫滿成頁，捶倒過萬次。3日之後，呢個就係被封為草原御飲嘅酸馬奶。呢個時候飲一啖，除咗酸爽之外，仲會有似氣泡水咁清冽略略嘅口感，1-2度嘅低酒精含量帶嚟少少醉意嘅愉悅。佢就好似牧民嗅覺嘅鬧鐘，宣告1年1度嗰笪霧就快嚟到。陶雅兩公婆帶住自己整嘅酸馬奶，準備出發。你喺度做緊乜嘢咁用力？我出盡力啦。呢個草原上最富娛樂精神嘅節日，亦都係最大規模嘅牧民市集。每年呢個時候，一班特別嘅客人都會遠道而嚟。踩得幾好，細個就識騎馬㗎啦，騎得叻喎。酸奶自己整嘅，傳統嘅菌種，傳統嘅方法。酸馬奶挑戰賽開始，加油加油！有人慶祝緊豐收，有人嘅工作先啱啱開始。試下呢個味道，張和平，食品科學家，搜集同研究益生菌已經有30年。哇，真係酸喎！冇咗呢個酸度啱啱好。
唔會太犀利。蒙古包裏面一個唔尋常嘅廚房點着咗火，煮食嘅世界縮細到微觀層面。以前整酸奶用嘅菌，幾乎100%都係用外國嘅菌種，但我覺得中國人嘅腸道菌群同外國係有分別嘅。從草原收集返嚟嘅6000幾份樣本送入實驗室，分離同提純，模擬胃部消化過程，檢驗活性，最終能夠以益生菌身份出爐嘅，真係萬里挑一。顯微鏡下面，一個個菌落生晒出嚟，好似宇宙裏面一粒粒純白色嘅行星咁。呢個就係我國第一株完全破解咗基因密碼嘅益生菌。佢甚至擁有自己嘅名，安樂乳桿菌漿跟咗佢嘅姓。而家隨手揾到嘅酸奶製品裏面，大多數都有佢嘅份。游牧民族飲酸馬奶嘅歷史已經有2000幾年。廚房裏面傳統同科學相遇，賦予古老食材嶄新嘅生命。而家益生菌憑住佢獨特嘅健康功能，已經被大眾所熟悉，亦都大大方方咁出現喺新式、中式廚房裏面。時代行上咗快車道，好似一夜之間，無數食物從遠方嚟到身邊，由陌生變得熟口熟面。如果冇咁蓬勃嘅時代，螺螄粉可能永遠都行唔出柳州，因為佢實在太過貼地。湯底奇特，配料更加係奇奇怪怪。發酵出嚟嘅酸筍，初初聞到嘅人冇個唔係揞住個鼻，柳州人反而當佢係寶。一啲都唔臭，真係唔臭㗎。我寧願揸成30公里車過嚟食。而家螺螄粉嘅生產已經俾齒輪同電流重新塑造，有咗鋼筋鐵甲嘅新佢，每分鐘以萬袋計，奔赴世界各地。呢間超級廚房推動住現代食品工業嘅巨輪不斷向前。而流行口味嘅密碼就收藏喺一個洞天福地裏面。柳州城喺山裏面，山又喺城裏面，隱藏喺鬧市嘅溶洞四季都係恒溫恒濕，係味型師鑽研味覺嘅私人空間。洞裏面收藏住唔同年份嘅老壇酸水。發酵時間短嘅10年，長嘅接近100年，係當地人日積月累留低嘅寶貝，亦都係鮮筍實現蛻變嘅引子。酸筍之臭來於酸水嘅濃度，越老嘅酸水越能夠激發出霸道嘅氣息。陰冷潮濕之中，乳酸菌被喚醒，酸水一層層滲透入竹筍嘅細胞液，蛋白質消耗印育出蓬勃嘅情味物質。只要聞一聞，味型師就能夠洞察發酵嘅深淺，同時對螺螄粉湯底嘅新口味完成構思。作為柳州調味提鮮嘅萬能神器，
酸筍通常只係選取筍心。面對後生仔對重口味嘅加倍追求，味型師獻出另一樣法寶。筍衣浸透酸水，味道更加刺激。筍衣喺湯底度慢慢散開，搞掂就拍拍籮柚走人，留低好濃好持久嘅魚味。集齊晒酸同臭、鮮同純，山野同江湖都係呢陣香。中國人憑住對家鄉滋味嘅熱愛，參與咗齒輪同舌尖嘅共鳴。當飯香穿過時光，親情點亮個灶頭。廚房係故事嘅起點，更加係團圓嘅歸處。今日係個特別嘅日子，我煮碗長壽麵俾我爸爸。我一嚟到你就煮飯俾我食，都85歲啦，仲咁縱我喎。個細路喺醫院度治病啊，要翻屋企，要呢個媽媽都帶住。仲有我自己哋炒嘅呢啲，到時俾你屋企人朝早跑嚟食。好呀，味道點樣？愛嘅味道。24歲嘅我第一次學煮飯，邊度做得唔好，請大家多多指教。呢個係你切嘅薯仔絲，你睇下呢個家姐啊，就哎呀過嚟啦過嚟啦，爸爸同你淋汁，爸爸同你淋汁。放心啦，就唔會話好唔好食喎，我都會話好食。愛心。食飯啦！過嚟食飯。